今日新闻来关心这届金钟奖，因为这届金钟奖呢，华视表现真好，超级同学会主持人黄子佼甲卜学亮提了综艺节目主持人奖，用4K 翕这个戏剧《守着阳光守着你》嘛，将要伫华视播出。演员呢特别到这个超级同学会录影，嘛送花给两位主持人。希望讲华视无论是综艺还是戏剧，拢会使愈来愈好，继续提奖。主持人卜学亮顶嘴模仿的功力，全场笑嗨嗨。正确的示范。大家耍游戏，耍甲真好耍嘛，真趣味。华视戏剧《守着阳光守着你》演员来录超级同学会，介绍着两位主持人的功力，嘛献花恭喜因得到金钟奖。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嘛，得了奖就继续努力嘛，就继续努力，希望这个来年一样也可以再入围，然后再得奖这样子。对，来年希望就是节目也能够入围，能够得奖啊，帮制作单位帮华视再争光这样。两位主持人伊嘛鼓励这年轻的演员，希望因会当接棒提奖。其实这部戏剧是华视第一次用4K 超高画质所翕的，无少档本，就是希望把上好戏剧呈现伫观众的面前。